今日分享7間首爾麵包店。第一間叫做 London Bagel Museum， 佢有大量唔同嘅 bagel 選擇。中意食 bagel 嘅呢度可以話係樂園。順帶一提，佢哋嘅蘑菇湯都好好飲。第二間就係自然島鹽麵包，佢只有外賣，不過流轉都非常之快，所以值得買一個坐喺隔離公園度食嘅。成間鋪頭淨係賣一款麵包，鹽香牛油味非常之濃郁。第三間就係喺聖水，叫 Tanny， 佢有一個無花果塔，值得一試，而且打卡一流。第四間叫 Cafe Onion， 佢最特別就係一間古建築入邊嘅麵包店，麵包選擇非常之多，最出名嘅就係呢個雪山麵包。第五間叫 The Baker's Table， 都係大量自家製嘅麵包，小店一間。除咗麵包，更加要提一提佢依度嘅蘑菇湯。第六間叫 Tortoise， 去專門食日式 pancake， 佢入邊有啲麻薯，所以好煙韌，仲可以淋上大量嘅朱古力醬。最後一間就係喺明洞嘅麵包店，佢有啲日本嘅風格，除咗選擇多之外，入到裏面佢有間小咖啡廳。我自己最中意就係鹽包同埋一個朱古力麵包，朱古力外面脆脆，非常好食。飲埋杯咖啡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嘅介紹。拜拜。